你好啊，天父愛你。 Jesus loves you。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。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？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，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。以賽亞書55章1至3節及8至13節。來，你們所有乾渴的都當來到水邊，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。你們都來，買了吃，不用銀錢，不付代價，就可買酒和奶。你們為何花錢買那不是食物的東西，用勞碌得來的買那無法使人飽足的呢？你們要留意聽從我的話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樂。來到我這裏，當側耳而聽，就必存活。我要與你們立永約，就是應許給大衛那可靠的慈愛。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天怎樣高過地，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。雨雪從天而降，並不返回，卻要滋潤土地，使地面發芽結實，使撒種的有種，只要吃的有糧。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，絕不徒然返回，卻要成就我的旨意，達成我差他的目的。你們必歡歡喜喜出來，平平安安蒙引導。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歡呼，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。松樹長出，代替荊棘；番石榴長出，代替蒺藜。必要為耶和華留名，作為永不磨滅的證據。我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試過覺得自己俾人忽略嘅經驗。有一個女仔，佢叫淑敏，佢嘅性格比較敏感。有一日午飯嘅時候，佢發現主管喺全公司每個同事台面都放咗一排朱古力，但係唯獨佢嘅位係空無一物。淑敏嗰一下真係好唔開心，佢忍唔住同較為親近嘅同事呻：點解係都要留咗我一個？係咪對我有咩不滿啫？點知之後有同事真係忍唔住去問主管，主管就解釋：其實我俾大家嘅朱古力梗係好嘢嚟噶啦，不過已經擺咗一陣，我見到淑敏大咗肚，為咗安全起見，我就冇俾到佢。佢仲開玩笑講到：至於你哋其他人就冇所謂啦。呢一個令淑敏好難受嘅唔公平嘅對待，原來背後係主管嘅保護同埋體貼。因着誤會解開咗，呢個插曲最後變成淑敏辦公室裏面嘅笑話。不過佢都引起我哋去反思，就係有陣時我哋會因為自己有限嘅理解而誤會咗上帝嘅用心，我哋甚至會覺得自己係受害人，受盡委屈。但係我哋又偏偏唔記得咗，上帝永遠係為咗我哋最大嘅益處嚟打算。喺以賽亞書55章8至9節提醒我哋，雖然我哋未必完全明白上帝嘅心意同埋作為，但係我哋可以肯定嘅係，喺第9節講到，上帝嘅意念同道路必定高過我哋。我哋嘅心靈成日被私欲影響住，但係上帝嘅心意同道路係純全、正直、充滿憐憫嘅。所以喺1至2節講到，就算我哋目前嘅情況未必好似我哋所期待咁，但係我哋依然可以相信上帝會滿足我哋真正嘅需求。因為上帝佢必定會以慈愛同埋誠實守住佢永遠嘅約，正如第6節所講，就等我哋由今日開始，趁住上帝相近的時候求告他，因為我哋深知上帝佢永遠唔會離棄我哋。信實嘅上帝，有陣時我哋感覺你賜福俾其他人，好似唯獨漏咗我哋咁，令我哋懷疑你對我哋嘅愛。求你幫助我哋去信靠你，緊緊捉住你永恆嘅應許。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緊緊抓住你的應許。